號稱全港最旺風水豪宅地嘅比華利山，睇晒成個吐露港同荃灣海景，一班藝人睇中嗰度私隱度高、尺價平兼面積大，湧晒去嗰度喜愛巢。就喺呢個名人雲集嘅山頭入面，有個叫比華利山獅子會嘅組織，入面人多勢眾，呢班嚟自各界嘅專業人士話要一齊支援老弱同埋醫療發展，好正氣。其實好多小朋友都需要關注嘅，咁所以我哋個團體有見及此咧，都希望由我哋啲志願嘅機構自己發起先，咁希望咧都可以感染到政府多啲，都支持一齊可能合作搞一啲協辦嘅活動啦。呢位講嘢有文有路，留住一把秀髮，個碌好潮嘅，就係獅子會嘅龍頭黎偉業。佢並唔係一個髮型師，佢話自己喺比華利山有3個別墅，名下有140間公司，有7間上咗市，出入坐超級跑車，有4個保鏢。又話自己係政協，有醫學總監，有博士又成20個頭銜，好犀利咁款。起初冇去特別去懷疑佢，就係因為佢都大家都似好似同靚咁樣。獅子會亦都係令到有啲朋友會冇放低個戒心，因為獅子會係一個好信譽良好嘅服務慈善組織嚟嘅，好多朋友都認識佢啦，咁都話佢係做慈善好付出嘅。覺得黎山係信得過嘅，起初門面嘢 over 咗100分，原因就係黎先生好識講理念，係為年輕一代啊，為社會啊，為唔同，即係好偉大啊個理想。佢用一個正義感去推介佢個人同埋佢所做嘅一切，信佢嗱，搞笑啲講句，你就得救啦。Josh 2年前經朋友介紹之下認識黎偉業，見佢成日上報紙，又搞好多慈善活動，所以用120萬投資佢旗下嘅比華利山醫學研究基金會，啲錢用嚟研發醫療技術。基金每個月會向佢發放14000蚊利息，為期2年。即係我就投資100萬啫，咁啊啲朋友嗰度就唔係一個嘅，咁啊唔止1000萬啊。總之係8位數字啦，你好似銀行嘅 saving 咁樣嘅，即係意思係我哋去嗰度儲錢擺低，咁啊有錢收，咁啊保本，有黎先生作為 guarantor 嘅，唔會睇黎山嗰啲項目嘅，但係就因為覺得佢係一個即係點睇都即係360度冇死過，點睇都似一個好人。黎先生聲稱係政協。講嘅好多項目咧，都同國家有關嘅聲稱。問到一啲位嘅時候咧，就會聲稱嘅國家嘅嘢唔方便透露太多，同埋呢啲係都算係國家機密咁嘅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又睇佢個牌面，好坦白講句，就冇過問太多啦。一直都話疫情啊，咁所以唔開住。咁點解唔開住？因為冇生意啊嘛。咁其實又好合乎邏輯嘅。舊年肺炎肆虐，黎偉業仲想搞一個大型 food court。舊年5月，佢向認識咗3-4年嘅 T 先生 sell 呢個 food court 大計，話會安排明星賣廣告。佢話疫情未開得住，但係已經收咗20間餐廳嘅入場費同廣告費。黎偉業話自己都投資咗2000萬，叫 T 先生玩埋一份，包佢1蚊都唔蝕，年息達20%至30%。T 生最終投放200萬，期間冇簽過任何文件，諗住佢咁大背景都唔會呃得個100-200萬咁少，所以俾錢佢之後就冇再追問過進展。直至2月尾，黎偉業冇再覆 message， 喺網上面知道佢俾人追債，先知道出事。另一個幫過黎偉業屋企裝修嘅林師傅，舊年9月幫佢間寵物醫院做室內設計，收唔到錢不特止，仲要自己揞荷包幫佢買埋儀器。個設計圖俾佢，跟住佢就話會有投資者會俾錢㗎啦，放心啦，咁樣你去做啦咁樣。跟住我收到錢之後咧，跟住就幫佢做啦。跟住做到中段嗰時咧，佢已經斷咗錢冇俾㗎啦，斷咗錢冇俾，跟住仲問我攞咗25萬。話佢去買醫療，佢話佢嗰邊要買醫療儀器，好急錢用。咁個裝修係120萬度啦，咁我損失咗，佢有50萬尾數未俾我啦。
近呢半年，黎偉業開始同身邊嘅朋友話自己爭人幾千萬，會俾人謀殺，叫人保護佢屋企人。好多人同情佢啦，亦都多咗人懷疑佢。個獅子會嘅會長咧，唔好話有10億大嘅身家啦，2-3千萬點都有㗎啦。即係去到咁嘅地位嘅人，佢為咗2-3千萬，周圍同人喊苦喊忽，講到要生要死咧，咁我哋就會個疑心係更加大。農曆年之後 ，Josh 同其他投資者收唔到利息，聯絡黎偉業嘅時候，對方已經失蹤。我哋發現，比華利山醫學研究基金會冇財務報表同埋會計師查核報告書，投資者唔知啲錢去咗邊。我哋去基金會喺石門京瑞廣場嘅地址，保安話佢半年前已經搬走咗。而另一個喺九龍灣嘅地址，而家係一間科技公司。公司喺7年前開張嗰陣，黎偉業有份出席開幕典禮，卡片亦都自稱自己係公司嘅教育部理事長同董事會副主席。老闆嚟嘅，但係咁可能開業嘅時候，佢有機會我哋有邀請過佢去做一個。記者就去佢任職首席技術及研發顧問嘅創新科技研究中心 office 都搬走咗。佢擔任董事副主席嘅香港創投基金會官方網站都刪埋 ，Facebook 專頁喺18年起就已經冇再更新，日前專頁仲消失埋。我哋攞到幾份比華利山醫學研究基金會同唔同投資者簽署嘅合約，投資者以月供儲蓄方式擺錢，定期收息，2年息率達28%。有投資者投資300萬，基金會承諾1年之後會派20% 利息，即係1年穩收60萬息，同埋可以攞返本金。如果投資者要做基金會委員，最少要俾100萬，申請做最低呢嘅名譽顧問，每高一級就俾多50萬入會費。如果要獲得名譽主席嘅頭銜，就要俾450萬入場費。呢班人可以出席基金會籌辦嘅醫學活動，同埋攞到證書，會喺廣大媒體登晒啲相，爭取曝光率。投資者遍佈各個階層，有嚟自深水埗嘅主婦，亦都有活躍喺市場嘅金融界人士，牽涉埋演藝界同埋政界。其中一個女士喺18年分別3次向基金會注資，總共540萬。舊年1月，佢再注資223萬，資金會投放喺電影、賽車場、日本魚市場同埋醫學中心發展。根據知情人士透露，黎偉業名下基金唔止一個，籌得嘅資金以數億計。身高1.6米嘅黎偉業原本籍籍無名，2018年起就突然出現喺各大報章，大講創業史。佢話自己唔係靠父幹，係20幾年前同朋友夾租工廈，改裝做迷你寫字樓，免費幫大學生創業。大學生喺自創產品推廣嗰陣，黎偉業就四周圍聯絡廣告商揾 sponsor， 從中賺取廣告費。當時唔夠20歲嘅佢，就成功賺到第一桶金。之後生意業務遍及醫療、娛樂、創科同電競等等。黎偉業發達之後，住比華利山，邀請唔少明星到屋企食飯，成功搭通娛樂圈天地線。之後佢又邀請班藝人到屋企錄製飲食節目，又 sponsor 慧妍雅集慈善晚會，將人脈擴大去到闊太界，風頭一時無兩。我哋發現黎偉業部住嘅3座別墅都唔係名下物業，自己亦都冇持有任何物業，佢名下淨係得4間公司，唔係佢所講嘅有140間公司，仲要有2間已經解散咗，其餘2間就係個基金會同埋獅子會。喺部住比華利山之前，佢先後部住東涌、將軍澳同旺角，一直以嚟居無定所，直至4年前，佢鎖定比華利山做發跡基地。有買家墳場之稱嘅比華利山，尺價低兼面積大，尺價平過唔少新界公屋，而家最少35000月租就可以入住2000尺3層獨立屋，有埋海景同埋明星作伴，咁抵住，難怪成為咗騙徒用嚟自抬身價嘅道具。電話就打唔通。我想問下呢排多唔多人揾佢㗎？
呢啲我哋又唔方便答你嘅。今日有冇睇新聞啦？咁你知道咩事㗎啦？嗱，其他唔講㗎啦，我嚇。係。咁啊，依家就揾唔到佢㗎啦。根據我哋視察所見，湖景道大屋天台除咗3張梳化之外，幾乎所有擺設都移走晒，所有房都閂晒窗簾。另一間外琴道大屋天台滿布雜物，雜草叢生，似乎已經閒置咗好耐。至於另一間7000尺專門招待藝人喺溫莎道嘅皇宮屋，就未見屋入面有人。以往黎偉業舉辦嘅活動，作為鄰居嘅江美儀幾乎每次都撐場，又一齊錄製節目。經理人接受我哋電話訪問話，2個人一啲都唔熟，江美儀冇參與過黎偉業嘅投資。黎偉業係有3間屋嘅，係有一間好近我哋2個嘅。我嗰陣時喺度住啦，就有人話過俾我聽，佢嗰啲係租嘅，同佢真係唔係深交，因為做嘢先知。咁其實佢做乜嘢，講真，我哋都唔知，只係覺得佢好奇怪咯。因為佢長頭髮咯，跟住就淨係話佢自己有一間屋交電費都成10萬蚊一個月咯。成日都講佢成日去日本，去嗰陣時話想開個節目去日本噶嘛，做嗰啲飲食節目。有傳鄰居謝安琪同張繼聰都俾佢呃咗1000萬，佢哋否認被騙，話冇同佢投資過。阿 K 就話自己窮，對方可能唔想呃佢錢。有知情人士同我哋透露，洪金寶曾經同黎偉業投資，係其中一個苦主。佢冇同我哋否認，唔會對呢件事作出任何回應，話多謝關心。之前住過比華利山，又同過黎偉業拍過飲食節目嘅陳豪，喺截稿前就未有回應。黎偉業同太太李詠賢有1對仔，佢曾經同傳媒透露，話當初外父外母都唔想將個女嫁俾佢，外母仲要求上黎偉業間公司參觀查證，就算見到佢哋坐名車出入有保鏢跟，外母都擔心，問佢係咪黑社會賣白粉，仲叫個女小心啲，冇諗過竟然一語成讖。但係呢位黎太都有幾個被法庭傳召嘅記錄，我哋發現佢喺11年被控殘酷對待動物，同中意動物嘅老公好唔同。而家黎太名下有9間公司，最新喺今年3月初成立一間餐飲公司。記者去佢嘅註冊地址睇，發現係一間商務中心，冇人應門。兩公婆人間蒸發，有消息話佢哋早喺2個月前着草，呢幾年集資嗰幾億，睇怕都跟埋佢哋一齊走晒啦。由創刊開始，31年都堅持敢言，開展偵查報道，創全新報道方式。首創狗仔文化，帶爆名人豪門恩仇情悲，無懼黑勢力，大揭黑社會秘聞，踢爆政府醜聞，企喺香港人一邊。由過去到現在，一週刊從來冇變，我哋都一樣堅持敢言。喺最壞嘅時間，我哋承諾會一直喺香港人身邊，陪你繼續講真話。一週刊31年，和你一路同行。